由文化局、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、金沙中國有限公司、美高梅、銀河娛樂集團、永利度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及新濠博亞娛樂聯合主辦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6週年2025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，於今日下午在大三巴牌坊起步。活動秉承宣揚愛和平文化共融理念，藉今年澳門當選東亞文化之都，今年大巡遊多隊東亞文化之都藝團亮相，參演人數達約1800人，亦吸引不少市民參與，反應熱烈。大巡遊隊伍下午3時由大三巴牌坊出發，穿越澳門歷史城區的舊街老巷，抵達板樟堂前地與居民旅客近距離互動，隨後途經議事亭前地及南灣湖景大馬路，沿途展現獨特文化特色，並讓觀眾近距離接觸及親近多元文化藝術。造型啦，咁亦都咧配合咗呢個做電打嘅啲嘅項目。